好了，又是夜店咖了。好，现在到了教学时间了。然后每张专辑都会教大家来唱一些歌。这张专辑其实我也想要教大家来学一些简单的阿美族的话，很简单，不用太难。而且是大家可能会想要需要的那种。你们学过那个日文的"我爱你"怎么说吗？还是对了然后你有学过韩文的吗？韩文的。人家学过英文的应该会吧？英文的怎么说 ？I love you。好，这首歌也蛮好用的哦。来教大家怎么说阿美族的"我爱你"，很简单，不用觉得很难的。我讲一次给大家听哦。马拉海卡库迪斯瓦纳。干嘛？怎么你们的脸上都是问号？我是真的讲"我爱你"啊，因为我在骂你哦。真的，这是应该史上音节最多的一句"我爱你"吧。我也很好奇，以前我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怎么谈恋爱的。马拉汉，然后女生就走了，男生走了，他讲到我而已，他们两个人在所以阿美族虽然看起来表面是热情的、大方的，可是等到谈恋爱的时候，反而变得非常含蓄哦。马乌拉嗨是喜欢的意思，嘎布是我，迪苏瓦呢就是你的最高级了。所以我的喜欢只有在你身上的这样最高级的模样，这样懂了哈。所以阿美族没有爱这个很难形容啊，就很害羞啦。马乌拉嗨，然后应该很快的讲了才会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。所以有机会去阿美族的地方，可以讲一个用得到啊。如果你要把妹的话，好，谢谢好不好？我罗马拼音有吗？那个对，还行，没有像那个许巍，英文还是阿美族也好啦。马乌拉海，嘎布，迪苏瓦难，会了吗？要不然我有快速记忆法，来请换。刚刚可以老师不是当讲的。了解啊。马乌拉海，嘎布，迪苏瓦难，都会了哈。好，这首歌就叫"我爱你"，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那从阿美族语老师变成音乐老师了哦，我们就要上音乐课哦。来，试试看啊。来了，好。你好吗？马乌拉海嘎古，来。再次。马乌拉海嘎古，再次。马乌拉海嘎古，迪刷南，迪刷南，有点快点哦，迪刷南。你的爱人不是山猪哦。迪苏啊，那朋友，来这个，来一起3遍哦。马乌拉海嘎古，马乌拉海嘎古，马乌拉海嘎古，迪苏南。马乌拉海嘎古。会唱哦。会。好，这是音乐课哦。第3堂课要做美术课。你们拿到地板没有哦？好。然后就唱歌的时候就一起挥电喇叭哦，对，阿密斯，有吗？没有拿到的就是没有买门票的。好紧张。店家售票员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变成这样子。有吗？
啊，电宝后面有 DVD 哦，你看，送你好大方，你看，水蜜真可爱呀、阿密斯加油！耶，好，那我们带来这首歌，我爱你，马路高迪斯曼。Ibarat malam di sana
来想结婚了。哦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讲我爱你，棒吧？好了，可是要结婚总是要有一些对象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对象吗？还是你们要单身？我还没嫁出去，有人要娶我吗？我妈妈说要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今天有准备一些好的对象给你们认识啊。除了那2个淘气的以外。好，前阵子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上个礼拜六，上个礼拜天，这个礼拜天嘛，原住民科技上时代做了第一次原住民式的快闪。在台北的街头，穿着传统服，跳着传统的舞蹈，然后唱原住民的歌。我要唱这首《信狗》。